赶快是水火无情来看，这高雄南区的资源回收厂的焚化炉，伫过年进前呢就回收啊，随望过灯工有甲这火势控制落来。不过这上届下站的这个粪扫呢，过年期间有关翕咧内面烧，这消防人员呢，逐工拢去转水，到昨才拍花。环保局是表示讲，包括着这粪扫吊车等等的设备拢有损害，目前这焚化炉是暂停运作的。 怪秋那月，消防车甲机器人拿压水，小港的南区资源回收厂焚化炉，对顶个月24火烧了，翕烧9天，一直到这个月初2的早起，消防局决定甲火拍花，才交予南区回收厂人员接手来处理。目前现场也是继续压水戒备。环保局表示，初步看来，粪扫吊车有3台废气，其他相关的损失也佫需要等待进一步的统计。目前清查有垃圾吊车系统、倾卸门等设备受损。 修复的期程与财损金额尚在统计中。南区厂每日进场的垃圾约有800到900吨，将调度至其他焚化厂处理。因为南区焚化炉小气无法度运作，即卖逐工载回来粪扫量有8到8吨，拢爱调去中区、仁武、公山3个焚化炉来到处理。环保局讲，虽然年假了后粪扫量增加2.1倍，不过拢也佫会牵咧处理。 当日火烧时阵，因将烧粪扫的乌烟透过焚化炉的设备来控制，将影响降到上低。每组民众也有随收到通知，将门窗关好。伊就讲，迄个焚化炉火烧吼，窗仔门关关咧，若无代志，较莫出去，爱挂口罩。像安尼是毋是足危险的？爱家己就爱收呼吸啦。对啦对啦，哦，你平常时拢安怎做粪扫分类啊？我就想着这。 纸衫，迄拢分开，灯光啊，迄杆啊，迄拢分开啦。火烧的原因，怀疑是有民众将电池甲一般的粪扫弹做火。现在南区焚化炉短时间内也无法度恢复运作。环保局也呼吁民众一定要将粪扫分类做好，避免佫引起意外。记者柯卡祖区交用高雄采访报道。